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就係要記錄開呢一個遊戲喎。咁啱經過卡簿見到得返最後一盒，所以即刻買咗。好，事不宜遲，即刻開箱。即刻開箱。好啦，已經剪好晒啦，即刻準備開箱，一包一包咁樣開。OK，第一包。融合，即刻。好，第一包冇嘢中。好，第二包。先唔中，咦？呢個幾靚喎！好，最後一張唔中。好，第三包會唔會就係呢包咧？咦？女喎，呢張幾靚。好，冇呢度。第四包先。哇，張張都閃。嘿，冇呢度。第五包。咦？哇！標板孖妹幾靚。融合，多層融合。好，第六包。哇！又係女，好閃喎呢張，好似好值錢喎個樣。好，第七包啊應該係。好，第一張。呢個幾靚。死神通過。第八包。全圖仲未出，希望會中黑魔道女。未來之柱。好，下一包。冇事。哇！中，但係普通版。就係中過嘅。下一包。咩嚟㗎？魔術師仲未出喎，下一包。日子球，哇！唔中。好，下一包。水母。英文嘅。唔中。好，最後三包嚟啦，全圖仲未出。咦？都係女喎，唔錯。好，尾二。最後一包啦。
黑魔道士全土，哇！呢張係底嚟嘅喎，有啲失望。哎呀，咁今次咧就係主要就係中咗呢一堆比較靚嘅卡啦，其中咧有幾張我都係特別中意嘅，好似呢一個栗子球啦、黑魔道女啦，雖然唔係有邊嗰隻版本，同埋女啦、黑魔道士啦，呢幾張我都係幾中意，同埋最後呢張全圖啊，呢啲 Q 版都幾靚嘅，唔錯唔錯。